嫂，嫂嫂，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噔哩噔噔噔哩噔噔，策马加鞭金高官咚滴咚，遇到狮子将马分，噔噔噔哩噔，月亮带头来昏困。哦哟，家里娘呀，有那块死了嘛睡了，为啥想开的？弄完又讲给家里说呢？当啥去嘞？加根呐，一道去的。哦，去走。好哦。家里娘，讲根今年几岁了？12万是噻？14岁了。14了？哎呀，好讨老婆嘞！讨老婆？家里的官司钱都还不出，侬是中保人，怎么还不够侬的呀？是啊，为此个别官财账，我给中保。头啊隔壁，不过诈是死亡，人是活的，可以想办法嘛。有啥个办法好想呢？屋里五地，好买的都已经买了，要么还有2间铺草。家里娘，侬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。哎，不会让侬手身上当算盘呀？有啥个算盘好当嘞？家里娘。江陵一时100年，孔吕朝年轻媳妇在身边，大户人家手机朝八方，穷人手机为哪里？上茶过河包分马前，我看侬真是懵懂少自己。还是我懵懂少自己，在家刮目能在几股钱，我一家生活本靠他，才能给关牛不长途安心。祥林娘，侬说寡妇在家是不得钱，我倒有股好资金。我家山中有个河拉龙，当了为生1多年。他曾经托我把饭来做，城里姑娘哪个肯嫁到山间？江陵娘啊，要是江陵早肯嫁过去，他愿出这里多少？82千。80千呀！80千，喏。想跟他老婆为了过得钱，至少剩下20千，丝丝不好过年。再是侬媳妇上来命不好，留在身边关几天，怕掉他换来一房新媳妇，后半世万苦劳来填。江林嫂，韦大嫂，开啥啊？韦大嫂，江哥，都像个大人了嘛？韦大嫂，新年特侬做个媒啊？策马加鞭金高官咚咚咚，遇着狮子将马分，噔噔噔噔。娘，韦大嫂今朝到底来做啥？是等侬讲过啦，是讨债来的。搿一晚讲等我做媒，快吃。吃。韦大嫂倒出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想叫侬嫂嫂嫁出去。嫁出去？我家胡老老肯菜，
就能过过完渣，还可以就能讨老婆。娘想想都是个好办法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明天就要来带啦。明天？你怎么想得出的？亲爹，亲爹，嫂嫂她肯去吗？娘已经答应了，肯也要去，不肯也要去。我告诉嫂嫂去，侬管！侬说丢了风声，你到底让我打死侬！我还不是多为侬啊，就能过过完渣，就能讨老婆呀！我不要！小菊，快告诫！进去！哎呀，快点进去！秀啊，时雨不早了，早点困呀！哦。老子商量的，明天就要抢康桥。这恶杀之人，我怎么过？你叫我苦命是。从小到你家里来，双手不停到今朝，这倒是苦到尽头，终有天啊才知道，你年轻待命将我跑，从此苦命父子帮这指望不是婆婆能到老，那婆婆妈我能受，见我还能我能熬，那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只怕要再叫，看那张家秀李家少，与我一般不招摇，最多是被偷来追婚家呀，却被人冷嘲热讽到今朝。我宁死不忠，非教父公。
求婆婆年年心情不买我情愿做牛做马，轻轻松带一人跳啊！婆婆茶年婆媳听，他众人将我去卖掉。看来是婆婆她为情在旨意定中，还是受破了自己一肚牢啊！我做事又想乱日嘛，难道是我坐等明天是人到？眼前只有一条路，我不是一时半日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死呢？我不能倒吗？对，我倒，我倒。荒唐，明当自长更猖狂。该官子便把令，必把故里亚当，上下正北见不顾，空门自逃披一旁。莫西是四风山下上风光，道德人亡乱岗上。所以他不得少加些副凶吉上吊。我不但自愿替他做了一片墨之谜，特别声明不受限。是啊，使用此举真是夸神夸事。哪里，这无非是挽救世风神性罢喽。阿虎，今朝已经是年了年，
明朝赵军部3岁要上天，上了一度带短工还不来。哎，侬到去问问太太看。我不去，太太顾不到短工，要拿我出去的。太太们又要买了好，又要买了。那还没弄好啊！死丫头，当我眼睛黑的，一阵白就偷懒，想吃想不的，穿到了几个蓝巾才会好嘞。太太，今年发过短工是忙不过来的，杀鸡宰我知福利，侬晓得我是吃素的。是啊，过短工嘛总是淘气，可头名个为老婆子了，没事体嘛也来这个起劲，推行的人啊，连个影子也不见了。太太，老邝回来啦，做谁的怎样？只有半包大人。只有半包。是啊。世道变了，人心也坏在。你先去吃饭吧。好。贾玲嫂，来。太太，侬倒想着来噶？哦哟，太太哎，我找不到人，所以不敢来呀。贾玲嫂见过史太太。哦，史太太，太太，他是为家山中人，不是我娘家亲儿相邻。今年春天丈夫死啊，留下了婆婆小叔扎一生。他愿意出来走帮工，出席生活样样美。老太婆愿意做中保，不知侬太太可称心啊！我看他模样周正，总儿想出手大家力气强。贾玲嫂啊，太太，挑水披上，杀鸡在我可为主。太太，这些尚未能担当，我有心将他来留下，可惜他是孤丧。老爷素来多忌讳，还得与他去商量。走好走好，留步留步。史老爷，贾玲嫂见过史老爷。哦，史老爷是为老婆子娘家的近邻，今年春天刚死了丈夫，是个寡妇。人到老实，你呀身边来用人难啊，试试看再说啊。老空回来了没有？回来了，今年只算半步到人。哦，空。为老婆子啊，史太太，哥们娘以先试3天，规矩照旧啊。好，我谢谢史太太。贾玲嫂，侬来到周我过生日来看侬。为老婆婆，谢谢你，不要吓我自家亲邻呀。
还有无把月归天，大女还在婆婆家种茶来，我也怀念。不做在家父，辛苦也辛甜，夜长些爸爸。夜里想一再看着变，三里满情，昨夜风雨变。冤家梦哈喽，在我在眼前。四老爷四太太，结果四老爷四太太，四老爷四太太，太太，这个就是江陵烧的婆婆啦。伊屋里，侬自家去讲。老爷，太太，我还是很难出口，真是实在对不起啦。不秀能在路上走，正好比是一部登天堂。谁知是家家平安身手上，开春以来农事忙，所以想叫我媳妇回家去，还望老爷太太多原谅。水与源，是与根，我这边种爸娃家。哎呀，太太，媳妇啊，娘，媳妇，你亲生做事少分寸，出来帮用意给对我讲一声，还得我恭行早喜当听，今日看见你才放心。娘，媳妇啊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娘的苦楚你也知情，春来农忙盛水上，我带来领你回家门啊！娘，我在这里做，每个月工钱有500文，积少成多，也好叫你拿回去还债。我不回去，媳妇。上一道自告千丈一路为兵，难道你一生一世做永生？是啊，他才说没有那个马生文，道理总要讲清，哪里有要来就来去，何况与总把人。江林嫂，太太能烧饭去了？哦，媳妇啊，娘，帮我几个月工钱，先拿回去家用吧。哦，媳妇啊，哎呀，太太呀，你可千万不能生气呀！我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我里穷江陵市，老的老，小的小了，媳妇不回去嘛，哎呀，叫我怎么办呐？好了，可可的生我体头，老公，把江陵嫂的工钱算出来。是。老爷，谁是要回去嘛，也要做到月底，这个规矩吗？哎呀，
的老爷太太真是两度糊涂啦！既然老爷太太看得起我媳妇，我过了忙头再叫媳妇来帮忙，不过做到有点嘛。将军说人话啰嗦什么？老爷，刚才算了一下，一共1750文，家庭少，省吃俭用，1文钱都没有花。拿去他。是。拿去，老头我哩呀，侬个良心是好狗，老老啦，亏得侬个嫂嫂，今朝总算成人家嘞，真是不容易哦。还不是托四太婆30步的福，嘎我，好哦，真是个老实头人。究竟大官，来吃杯茶啊！不要来，老呢？当了起来。当然，这今朝烧个日脚啦，这家伙小的侬欢喜吃老酒啊，都侬去当古酒小菜哦。老了回来了，九星太公，老了回来了。老了，今朝晚当说了呀，快换衣裳去。你的啊，究竟太公，老啊，今朝的总算套老母了啊！我衣裳去，就看老了还老能嘞，都是假的哦。伊拉家成亲的辰光啦，人还是找不到的啦。是举个，搿套个黄花闺女，也不要介许多呀。是家伙呀，小妹子还不在内，都娘为老了刚刚过。哎呀，可是姥姥又要被砸嘞。叔叔，你真好困，你西凉话嘛当然好困了。你新娘子来了，新娘子来了。
走开点，那两走开，老大啊，人来东寨哦还有一半。哦，那好不？那就点起来。哎好，来，走开点。哎，绳打开。好了，可以拔刀了。好，大哥，来，我教了你多少年的魏大叔，你欺负我寡妇，是要先自己身的。我也是为了好，你看姥姥。姥姥有说话，比侬家里我不晓得好几倍了。来，拔刀。家里啥？侬？哎呦，魏大哥，哎呀，对了开，快，向快，哎，好，向快，快，好，哎呀，走开点，来，快，一点闭上，抱起来，好，不要紧啊，来，抱起，哎，好，不要紧啊，好，帮忙，拔刀，上去，好，来，上去，来，好，来，好，好了，那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房门一关，明早就好。老多，老酒准备好了吧？老酒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一起去摆酒吧。老了当然三鸡不要忘记炒一炒。哎，好，吃老酒去，他光吃老酒去啊！吃老酒去啊！他不30不吃酒去吧？哦，姥姥，等伊醒过来，侬好好劝伊啊。姥姥，我走了。哦，姥姥你，哎呀，来了，不说人家帮我红了，终究两样的。好，来去喝喜钱，哎，好，吃醉。他不在和我们抢啊！现在是吃菜。来，去开，好，来，去。你见到，让我回去。你好一点嘛，见到，走开。你喝点茶吧。让我回去。你不能走呀！你不是受了伤吗？你不能走呀！天黑了，外面压手。不要你过。哟，他会不会去寻死哦？你不能走呀！你不能走呀！你是力气大，讲到，让我回去。你不能害我！我害你什么？我花了许多财力倒不去杀他，你要去寻死觅活，闹出条人命来，这不是害我吗？让我回去！你要到哪里去啊？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就说多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谁认识你？讲到，让我回去！嘿，都是为了呀！为什么事先不讲好呢？你们为不讲好，
你们还好抢我来为不讲好，讲到让我委屈。哎，真是天晓得了。我姥姥今年活了30多，这种事的从未碰到过。我虽是生长在衙役出婚，将兄霸道我不为做。讲到配，我姥姥从小父母伤亡苦，先靠兄嫂抚养我，独自为少的夫财难耕种，我只得深山人啊当老妇。常言道男子30人家业，因此让巴托老拉没来做，这指望高高兴兴太父母有才子，吵吵闹闹起风波。那黄花闺女多多少，你欣赏我苦命寡妇巧为呀哦。老拉做事他苦，事到今日才清楚。他骗我姑娘不肯家财里劳，有一位寡妇倒不错，他是你收进家间慎重儿，世人看见绝在目，家贫夫妻难守寡，自己愿意家丈夫。什么？我自己愿意？对命辣子，他还是一位乡里外丈夫，二位小说讨媳妇。我花去彩礼80千，下面千万不算数。80千？是80千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做强盗，不做贼，你道我80千是从哪里来？每日里翻山越岭去福冈，风采露锁萝卜叶，射杀鱼蛋三结手，冰天雪地把拉围。那不是自己靠一栋，一栋能值多少啊？才80千本是这小本事，这平平凑凑凑拢来。别人是洞房花烛成双对，我姥姥一场欢喜翻人间。10年心血化人回，今生我想再把妻房配，我是娶妻不成反妾诈，还落得一股强盗配。家
千金费用意，多少血汗去回来，狠心人得了我的卖身命，哎，老罗他犯下了一身罪，我恨老子冤婆婆，我不应该反将老罗来责怪，只见他又是懊恼，他又是悔，我如一棒他发了呆，他叫我要死不能死呀，鬼又不嫁鬼，要闹又不能闹，要赔又不认赔，这真是真也难来，我流眼泪啊！金云太亮，奈我真爱悲，我好命苦啊，我好命苦哭嘛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神穷嘛，身体倒是要紧，你喝点茶吧。你的账是我还你。哦，账不要紧，只要不怕吃苦，账总有办法。我们有的人的气哟。江陵少困胡牢笼，心地衰凉成不从。
府递来红布棒，吹在阿毛小街上，妈妈看了喜呀喜洋洋啊！阿毛，来，这个信啊，先试试看啊，来。哟，看你家打的真快！亲啊，好。阿毛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好，脱下来，还有一扎，做好了一起穿。亲啊，好，阿毛喜欢。亲啊，自信当班，毛毛团长真喜欢。弟弟快了，咪咪笑，我妈妈叫我好奶奶。好奶奶，好奶奶。怎么，弟弟？弟弟，阿妈，阿毛娘，姥姥刚刚昏倒在山沟里了。怎么？啊，没事，姥姥伤完病刚好，怎么能让她出去当了你？是姥姥还要好好养养嘞。阿母娘，跟俺走的，姥姥好好休息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哎呀，姥姥，我不是叫你不要去的吗？你看，我不是又好了吗？看你，阿妈，你看爹当了一只狼。弟弟，阿毛怕？哎，阿毛不要怕，这是只死狼。哎，怎么成天也会有狼啊？怎么没有？都在山里少看见就是了。啊，阿妈。信啊，怎么只有一张？我有一张妈妈图。哦，姥姥，你怎么了，姥姥？啊，没什么。哦，到里面去洗一位吧。啊。我只点人头做给你吃。我出去是已经吃过的人嘛。哎呀，你也真是上完针刚好，怎么能吃人的呢？弟弟讲故事，弟弟讲故事。阿毛，来，让弟好好的洗一会，到门口去不头，不要走开啊！啊。我去烧点热的，给你暖暖肚。嗯。阿毛娘，看来是伤外佛法，命不长啊！阿毛弟，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！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
毛娘。阿毛娘，阿毛娘从早操劳到夜晒干，我一并陪你上街中，你受苦从不得生家。姥姥，你讲这是做什么呀？指望平日夫妻同到老，有谁知半路将你劈一旁。阿毛弟，阿毛娘四经离你西归去。一时杂物意外情，儿是阿毛非成长。福地福财年，你莫知怎样度时光阿毛弟。
我们的阿妈急了，急了，老罗，阿妈急了，急了，老罗。已经到了年夜3边了，断工还没交着嘞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交交好呢？还会交得着个？每年祝福总是为个头面个断工来了淘气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想这个蒋林少呀。蒋林少，蒋林少，你开口闭口总是蒋林少。你不要以为蒋林少那一个长工比得了，他自从嫁到侯家，日子过得倒很好，还生了一个胖儿子，你要他再来还办不到。好了好了，老老套套的，老空不是去找断工了吗？一年到夜折磨人家事体，自家的事体一点都不管的啦。太太，韦老婆子来了。是太太，是老太婆，侬倒想着来个？是太太，我等侬寻来一个人，侬想不到的。啥人啦？侬就是蒋林少呀。蒋林少，人呢？来了厨房里。蒋林少，蒋林少，他叫侬。太太，蒋林少啊，几年不见，侬老得多了嘛。哎呀，侬又打啥人的笑啦？哦哟，太太，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啦！自从嫁到山里有，有几年过得到人流，谁知道丈夫得了啥回事？阿妈预备long土酒，阿妈肚子为夫子指望有根线，大把的长把手，逼得他走的无路难度实了，万望太太来收留。昨年
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，我单知道下些天，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浪。我叫阿毛，住在门口不头，她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句句听。她出去了，当我要叫阿毛的时候，阿毛不见了，我急了，我就到处去寻，寻到山坳里，找到了我那阿毛的个小儿子。我怕我阿毛被浪起来，孤孙啊，他写诗作孽。哎呦，太太哎，府上们总归要有人啊，上水不是说水，再说现在只有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好安安心心做起来。太太，你就做好事吧。好吧，不过江林嫂啊，你在我家做可不能哭哭啼啼的，老爷是最为急的。哦，带到后房去。哦哟，阿弥陀佛，谢谢太太，谢谢太太。江林嫂，说侬好安安心心做起来。喂，老婆婆，真多谢你呀！非要谢个，自家尽力呀。江林嫂，那侬也不要难过来，挂来挂去啊，总挂侬个命不好啊。是啊。江林嫂，她来做什么？喏，说起来呀，真是作孽啦！你第二个丈夫又死了，可儿子也会被狼拖走。我想嘛，屋里正好缺人，所以把伊留落来啦。什么？荒唐！做了2次寡妇，你怎么还把她留下呢？寡妇本来不吉利，2次寡妇更万急。你也知道用人难，不是吞他金矿有力气。这众生看来似乎很可怜，其实是还为风俗才不起，实在是用不着人呀。既然你做只把他留下嘛，那就算了。不过用他帮忙还可以，做佛上空莫差钱，即是用品不许他遵守，否则是不管不行，祖宗看见要讨厌。阿毛，要是我阿毛还在的话，也有这么大了。是呀，再想想去发疯啦！祥林嫂，你再讲一遍阿毛的故事给我们听听好吗？是啊，再讲一遍。
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。我真傻呀，我真笨，我又是懊恼又是恨。我拿了一只小蓝，一只碗，叫阿嬷一面拨头一面开门，总怪我自己太粗心，转眼不见他重病，不见阿嬷我心着急，哪顾得山高路窄到处寻，寻啊不说阿嬷躺在草库里，虚弱模糊看不清，他不藏一配浪气空，小兰一只弯牙的鸡。哎呀，贾林嫂，侬米打好了没有？米，我一天到晚我真笨，我真傻，太太已经让发脾气了，快点起来哦。哦，今年做房里的杀鸡宰我的人都没来。阿花，吃叫阿贵来。太太，杀鸡宰我个胃呀，你吃叫来呀？哦。明朝就是做法呀，一切事情都为安排。一只碗三碗为洗好，红旗铜碗呀为人大。家里嫂，侬放着。作为玉皮去理一理，是拿起擦一擦。哎呀，我叫侬不要动，侬听见吗？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与我去劈杀？真是个西施面孔，一日到夜会得没笑容的了。我会擦个呀！哎呀，蒋林嫂，哎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嫁了2个丈夫，做了2次寡妇，你这双手呀，不管不认，这些东西他是不许你帮的呢。蒋林嫂，你头上的疤不是那是有长期的吗？啊，疤。哦，哎，蒋林嫂，我对侬想想，侬实在反顺啊！蒋林嫂，你实在笨，你说心肠世道关啊心，至今是你留下一块伤疤道。
人家当瓦兵。在山里第二个丈夫有丧命，你更是一件大财命。将来你到阴司去嘛，那两个死鬼男人还要把你整。到那时你主意难，语言难，那阎王只好把你一句两百分。吕妈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不相信我去拿冰肉里包抄给你看啊。你看这上面不是画着吗？这里阎王判官小鬼。那我怎么好啊？我怎么好啊？吕妈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办法我倒有一个，只怕你做不到呢。吕妈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你快说，你快说呀！江陵嫂，你还是没去到真西土地庙，去转掉门看做替身，让千人得来万人夸，来说了你这一世大财命那么为。刘妈，侬那台擦好吗？我擦好了。上面更是一件大财命，不算我不急不讲把把命啊，不管百姓的少罪行，我抬头不管看别人啊，只有低头还是神。那老爷太太我更怕见，把我当作眼中钉，即使不许我转身，那杀鸡在我问啊，刚才吕妈一番话，让
有在本身，我生死不解天堂路，因是大雨地狱门。那月里八场全是白，在天年路阴森森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气灭了呀！是小鬼。金拉的铁丝浪当一无人。难道他也是神仙万他才多年往天仙定才赢？像我神仙受人情万苦，时候啊，那困两半分。原来是我自己的影子，没有什么，
没有什么，是没有什么呀。去军调门看。对呀，去军调门看。不是去到珍稀土地庙，军调门看做替身，让前人大翻身夸，让前人大翻身夸，说了我这一世他才苗子爸爸，苗子爸爸，军调门看究竟要多少钱啊？起码20千。20千。苗子爸爸，你总要做做好事啊！我每个月工钱只有500万啊。500万？干么诚心要捐了？是啊。好了，我再替侬算算，至少12千。12千。侬每月工钱500万，这2年嘛就有噻。2年12千是再少了，再少就是不人性，不人性啊，捐了不灵我。哦。从今后侬个财业就由门槛代替的。苗子爸爸，真多谢你呀！准好了，我准好了，门槛一条。雷妈，阿花。我门槛准好了呀，门槛准好了。苗族生正月初3岁同过，元宵节前爆竹好。3时了福前期，有4叉宽，有叉高。自从8年都转不进，13余年拦不了。从今儿要千人他万人夸，我的才女好说掉，好说掉啊！好，贾玲嫂，难道从今有那个才女啊，都有门槛金的代替啦？好走用了你，对吗？真多谢你呀，雷妈啊，阿花，你们有空的时候帮我去打一打哦。好，一定帮你去打啊。
说了才，好事从心啊，对娘胎啊，终究杀鸡在我难做，我也可以擦邋遢啊。今夜晚这副八公有我问，我也不用再离开啊。我为啥不为啥人也？事到应时也无啊在。时人一到，老爷关照上福礼。几个里一声叫，老子三一惊到，平发不平手，最后在他手里落山包。一份头骨一份阿血，一把筷子一把刀，三手多里快快走，我有路你看。龙门家，万月一我万年亮，我一份关照守忘掉。哎呀，家里说，快跑下！太太，我好哪来呀？阿花，快动过来！太太，我捐过了呀。捐过来？什么捐过了？老爷，我门槛捐过了。什么门槛不门槛的？老爷，我的债已经说过了呀。说财？你也想说财？你这个不讲子吧，伤风发作，一生一世也说不了财。哎呀，千岁万岁，千岁万岁！阿虎，快去闻一闻，快去闻一闻！哎呀，江陵少啊，今朝3个日子是3个日子，侬不是这个？他都讲些什么？叫他滚！老虎，把江陵少的弓箭算出来。是。对吧？啊，侬帮弓枪。我早就关照过你，这种伤风发作的钱财留不得。哎呀，哑巴我一时心软，可以可怜，谁知道一个变成个各种各的样子哦。老爷，弓箭他已经全部拿去了，只剩下几十文零头。拿着他，叫他滚！江陵少，江陵少。谨记，祝福，祝福。真是个美中，祝福，祝福。
又是一年了。我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了？长啊！在长长的日子，我真莫过。是梦啊，是真，在眼前。记得婆婆领我11岁，那家里他还在要烂面，我是时间为他三餐食，还见长把四不甜，我是又做媳妇又做姐，心是苦十几年，有谁知啊病情因半年，降临时候婆婆她瞒我到山间，谁知道上台去老路的命啊，阿嬷遇着我郎爷，独生我两次寡妇在你从开父开子命运啊牵，哎呀命呀命啊，命好命苦有谁听，在梦里莫不查与看不见，为什么该抱团中牵连啊？为什么你紧跟随总难改变？我为了所在去军门啊看，花去我弓箭10千，深塞到天大的财你不苦说啦，恰为我的财你成就没有轻薄点，哎呀，轻
心不定啊！我要告诉去，我一定要告诉去。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只有抬头问苍天。文林究竟有没有？文林究竟有没有啊？苍天啊，我就低头问神间。你说地鸟到底有没有？地鸟到底有没有呀？死掉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？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啊！高老夫子，正好，死不远送啊！留步。不早不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就可见的这个某种。长不经济，不心情，一片山平，不经济。
嫂嫂，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铃家，等你来等，在里当当，策马加鞭金高欢咚的咚，遇到狮子将马分，噔，月亮带头来滚滚。哦哟，家里娘呀，有那块死了嘛睡了，为啥想开的？弄完又讲给家里说呢？当啥去嘞？讲跟哪？一道去的。哦，去走。好哦。家里娘，讲跟今年几岁了？12万是噻？14岁了。14了？哎呀，好讨老婆嘞！讨老婆？家里的官司钱都还不出，侬是中保人，怎么还不够侬的呀？是啊，为此个别官财账，我给中保都啊个别。不过诈是死亡，人是活的，可以想办法嘛。有啥个办法好想呢？屋里唔地，好买的都已经买了，要么还有2件铺草。家里娘，侬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。哎，不会让侬小身上当算盘呀？有啥个算盘好当嘞？家里娘，江陵一时100年，孔吕茶年轻媳妇在身边，大户人家手机朝八方，穷人手机为哪里？上茶过河包驸马行，我看侬真是懵懂少自己。还是我懵懂少自己，在家观无能在几股情，我一家生活本靠他，才能给官牛不长度安心。祥林娘，侬说寡妇在家是不得劲，我倒有股好资金。我家山中有个何老龙，当了为生1多年，他曾经托我把饭来做，城里姑娘哪个肯嫁到山间？江陵娘啊，要是江陵少肯嫁过去，他愿出彩礼多少？82千。80千呀！80千哦。想跟他老婆为了过得行，至少剩下20千，丝丝薄薄好过年。再是侬媳妇上来命不好，留在身边关几天，怕掉他回来一帮辛苦，后半世还苦劳来填。江林嫂，魏大嫂，开啥啊？魏大嫂，小哥，都像个大人了嘛？魏大嫂新年特侬做个媒啊？策马加鞭金高欢咚咚咚，遇着狮子将马分，噔。娘，魏大嫂今朝到底来做啥？是等侬讲过啦，是讨债来的。搿有人讲等我做媒？快吃！吃！魏大嫂倒出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想叫侬嫂嫂嫁出去。嫁出去？我家胡姥姥肯菜，
就能过过完渣，还可以就能讨老婆。娘想想都是个好办法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明天就要来逮啦。明天？你怎么想得出的？亲爹，亲爹，嫂嫂她肯去吗？娘已经答应了，肯也要去，不肯也要去。我告诉嫂嫂去。侬管！侬说就连风声一到嘴了，我打死侬！我还不是多为侬啊，就能过过完渣，就能讨老婆呀！我不要！小菊，快高进！进去！哎呀，快点进去！秀啊！时雨不早了，早点困呀！哦。老子商量的，明天就要抢康桥。这恶杀之人，我怎么过？你叫我苦命是。钱是从哪里来？每日里翻山越岭去福冈，风餐露宿老百姓，食茶鱼蛋三件事，冰天雪地把拉喂，那不是四季靠一冬，一冬能赚多少啊财？把这钱本是这小本世界平平凑凑凑拢来。别人是红房花做成上台，我老罗一张欢喜翻人间。十年心血花人回，今生我想再把期望配，我是娶妻不成反千扎，还落得一股江道配。听他
他犯下了一身罪，我问老子冤不负，我不应该反将老罗来责怪，只见他又是懊恼，他又是悔，投入一旁，他发了呆，他叫我要死不能死呀，鬼又不嫁鬼，要闹又不能闹，要赔又不认赔，这真是真也难来，我流眼泪啊！金太亮来，我真爱悲。我好命苦啊！我好命苦哭嘛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神穷嘛，身体倒是要紧，你喝点茶吧。你的渣是我玩你。哦，渣不要紧，只要不怕吃苦，渣总有办法。我们有的是力气哟。江陵少困不劳碌，心地衰良曾不错。
来红布帮，穿在阿毛小街上，妈妈看了喜呀喜洋洋啊！阿毛，来，这个心啊，先试试看啊，来。哟，看你这打的真快！亲啊好，阿毛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好，脱下来，还有一扎，做好了一起穿。亲啊好，阿毛喜欢。亲啊自信当班，毛毛团长真喜欢。弟弟快了咪咪叫我妈妈叫我，好奶奶，好奶奶，好奶奶。怎么，弟弟，弟弟，阿妈，阿毛娘，姥姥刚刚昏倒在山沟里了。怎么？啊，没事，姥姥伤完病刚好，怎么能让她出去当了你？是姥姥还要好好养养嘞。阿毛娘，跟俺走来，姥姥好好休息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哎呀，姥姥，我不是叫你不要去的吗？你看，我不是又好了吗？困早总算成人家嘞，真是不容易哦。还不是托死他部30部个福。嘎我，好哦，真是个老实头你。舅舅大官，来吃白粥啊！不要来，来，姥姥呢？当了起来。当然，这今朝烧个日脚了啊！这家伙小的侬欢喜吃老酒啊，都侬去当古酒小菜哦。姥姥回来了，姥姥回来了，九星太公，姥姥回来了。姥姥今早晚当说来呀，快换衣裳去。你的啊，九星太公，姥姥啊，今朝的总算套老母了啊！换衣裳去。我看姥姥还老能嘞，都是假的哦。伊拉家成亲的辰光啦，人也是找不到的啦。是句哦，搿讨个黄花闺女也不要介许多呀。自家我呀，下每天还发财呢，都娘回来了，刚刚过。哎呀，可是姥姥又要背债嘞。叔叔，你真好困，你新郎婆们当我好困了。新娘子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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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娘子来了。走开点，拿两走开。老大啊，人来东寨哦，还有一半。好，那好不？拿桌叠起来。哎，好，来，走开点。哎，身嘎开。可以报道了。好，阿公，来，我教了你多少年的魏大叔，你欺负我寡妇，是要先自己身的。我也是为侬好，侬看姥姥，姥姥有说话，比侬家里我不晓得好几倍了。来，巴掌。我跟你说，侬，哎呦，
哥。哎呀，对了开，对了开，快，对了开，向快，哎，好，向快，好，哎呀，走开点，来，快，弟弟闭上，抱起来，好，不要紧啊，来，抱起，哎，好，不要紧啊，好，帮忙，八档，上去，好，来，上去，来，好，好，好了，那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房门一关，明早就好。老多，老酒准备好了吧？老酒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一起去摆酒吧。老了当然三鸡不要忘记炒一次。哎，好，吃老酒去，他光吃老酒去啊，吃老酒去啊。他不30不吃酒去吧？哦。姥姥，等伊醒过来，侬好好劝伊啊。姥姥，我走了。哦。姥姥你。哎呀，这样，来了，可是人家帮我哄了，终究两样的。好，来吃东西吃。哎，好，吃。他不在乎我们抢。好，来，吃开。好，来，吃。讲到，让我回去。你好一点嘛！讲到，走开。你喝点茶吧。让我回去。你不能这样，你不是受了伤吗？你不能这样，天黑了外面压手。不要你过。哟，他会不会去寻死哦？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。你是力气大，讲到。让我回去。你不能害我。我害你什么？我花了许多财力倒不去杀他，你要去寻死觅活，闹出条人命来，这不是害我吗？让我回去。你要到哪里去啊？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就说多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谁认识你？讲到，让我回去。嘿，都是为了了呀，为什么事先不讲好呢？你们为不讲好，你们还好抢我来为不讲好。讲到，让我回去。哎，真是天晓得了。我姥姥今年活了30多，这种事的从未碰到过。我算是生长山崖一出魂，将兄霸道我不会做。讲到配，我姥姥从小父母伤亡苦，先靠兄嫂抚养我，独自为少的夫财难耕种，我只得深山人当老母。
常言道，男子30人家年，因此让拜托老拉妹来做，这指望高高兴兴太父母有才子，吵吵闹闹起风波。那黄花闺女多多少，你欣赏我苦命寡妇巧为呀老拉做事他苦，事到今日才清楚。他骗我姑娘不肯家财里老，有一位寡妇倒不错，他是你收进家间慎重儿，识人看见绝在目，家贫夫妻难守寡，自己愿意家丈夫。什么？我自己愿意？对命了子。他还是一位乡里外丈夫，二位小说讨媳妇。我花去彩礼80钱，下面千万不算数。80钱？是80钱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做强盗，不做贼，你到我。四老爷，家里说见过四老爷啊。四老爷是魏老婆子娘家的近邻，今年春天刚死了丈夫，是个寡妇。人到老日，你呀三边来用人难啊，试试看再说啊。老空回来了没有？回来了，今年这算半步道人。哦，魏老婆子啊，是太太，哥们娘一歇事3天，规矩照旧啊。好，我谢谢是太太。家里说，侬来打走我过生日来看侬。魏老婆婆，谢谢你啊！不要谢我自家亲邻呀。
老爷是太太，结果四老爷是太太，四老爷是太太，太太，这个就是江陵少个婆婆啦。伊屋里，侬自家去讲。老爷，太太，我还是很难出口，真是实在对不起啦。我媳妇能在路上走，正好比是一部登天堂。谁知是家家平安顺水上，开春以来农事忙，所以想叫我媳妇回家去，还望老爷太太多原谅。水与源，是与根，我这边种把瓦浆。哎呀，太太，媳妇啊，娘，媳妇，你亲生做事少分寸，出来帮用意的对我讲一声，还得我恭行早喜当听，今日看见你才放心。娘，媳妇啊，你的心事我明白，娘的苦楚你也知情，春来农忙盛水上，我带来领你回家门啊。娘，我在这里做，每个月工钱有500文，积少成多，也好叫你拿回去还债。我不回去。媳妇，上一道自高千丈一路为根，难道你一生一世做永生？是啊，他才说没有那个马生文，道理总要讲清，哪里有要来就来去，何况与总把人。江林嫂，太太能烧饭去了？哦，媳妇啊，娘，帮我几个月工钱，先拿回去家用吧。哦，媳妇啊！哎呀，太太呀，你可千万不能生气呀！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力穷江陵市，老的老，小的小了，媳妇不回去嘛，哎呀，叫我怎么办呐？好了，可可的生我起头，老公，把江陵嫂的贡献算出来。是。老爷，谁是要回去嘛，也要做到月底，跟着规矩吗？哎呀，老爷太太真是两度糊涂啦！既然老爷太太看得起我媳妇，我过了忙头，再叫媳妇来帮忙，不过做到月底嘛。江陵嫂人还啰嗦什么？老爷，刚才算了一下，一共1750文，江陵嫂省吃俭用，1文钱都没有花。拿给他。是。
他不30步拿去。老头我哩呀，侬个良心是好个。老罗啦，亏得侬个嫂嫂，金啊，将领啊呀将领啊，我从小到你家里来，双手不停到今朝，这倒是苦到尽头，终有天啊才知道，你年轻待命将我跑，从此苦命父子帮这指望不是婆婆能到老，那婆婆帮忙我能受，见我还能我能熬，那千苦万难我不怕，他只怕要我去再教。看那张家秀李家少，与我一般不照耀，许多是被迫难结婚家呀，却被人冷嘲热讽到今朝。我宁死不忠非教父，我只有婆婆跟前去哀悼，舅婆婆年年心心不买我，我情愿做牛做马，轻轻松带一人跳啊。婆婆常年婆媳听，他真人将我去卖掉，看来是婆婆她为情在旨意定，终究还是受破了这件一肚牢我做事又想乱日马，难道是我坐等明天是人到？眼前只有一条路，我不是一时半日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死呢？我不能倒吗？对，我倒，我倒。只有逃，只有逃，宁死不愿再婚家。
破鼓，空门自逃披一旁。莫昔日四风山下上风光，道德人亡乱岗上。所以他不得少加些步凶吉上吊。我不但是愿替他做了一片墨之谜，特别声明不受限。是啊，使用此举真是夸神夸事。哪里，这无非是挽救世风神心罢喽。阿虎，今朝已经是年了年，明朝赵军部3就要上天。上了一头带端公买回来，哎，弄到去问问太太看。我不去，太太顾不到端公，要拿我出去的。太太们又要骂了好，又要骂了。那还没弄好啊！死丫头，当我眼睛黑的，一阵白雪偷懒，想吃想不干，穿上了几个蓝巾才会好嘞。太太，今年不过端公是忙不过来的。实际在我知府里，侬晓得我是吃素的。是啊，顾端公嘛总是淘气，可头名个为老婆子了，没事体嘛也来得个起劲，推行的人啊，连个影子也不见了。太太，老邝回来啦，做事的怎样？只有半包头人。只有半包？是啊。世道变了，人心也化在。你先去吃饭吧。好。大林嫂，来。是太太，侬到想着来个？哦哟，太太哎，我找不到人，所以不过来呀。蒋林嫂见过史太太。哦。是太太，太太，他是为家山中人，不是我娘家亲儿相邻。今年春天丈夫死啊，留下了步步小叔扎一生。他愿意出来走帮工。出席上位样样美，老太婆愿意做中保，不知侬太太可称心啊！我看他模样最真，总儿想。大家里起家，贾玲嫂啊，太太，挑三披四，实际在我可为做。太太，这些尚未能担当，我有心将他来留下，可惜他是孤丧。老爷素来多忌讳，还得与他去商量。走好走好，留步留步。